虔诚的听众牛杂。现在又是前甲之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。今仔日我咱是由我要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今仔日的节目时间，我咱是由我要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，已经解说甲正文第49页，已经解说甲正文第49页。对头算倒来，已经解说甲第8节。对头算倒来，已经解说甲第8节。就是解说甲说界定会形象如何，以五说限。即嘛应该爱对下面来解说。一边就是成曰，受大师说，诸恶莫作，名为戒；诸善奉行，名为非；诸正机义，名为定。必说如此，未信何上以何法会人？即嘛应该呢，就是爱来解说这个道理。在这个所在呢，就是在说明南顿北渐。在前面呢，有谈起新秀大师呢，真正钦仰慧能大师，因此呢，就派志诚啊来向慧能大师来参学。在迄个时阵呢，新秀大师叫伊讲：你若去啊，来好好听，爱甲伊记哩转来呢。希望啊，会当搁再啊，将伊所学的来讲互伊听。这位志诚到甲慧能大师迄个所在，慧能大师呢也对开示什么意义？这位志诚啊，就非常的欢喜，就来向慧能大师来甲伊顶礼，讲我在新秀大师的所在，虽然是有9年，确实啊，袂当好客我。也现只是呢，听你和尚一个讲了，就客我了本心。但是呢，弟子的生死时代啊，希望和尚代之代比啊，搁再甲我开示。意思就是讲，使我呢会当互来了脱生死。既然这位志诚安尼来请求，所以慧能大师就对伊讲啊，讲我有听你的师父来教人戒定慧的道理，但是伊对这个戒定慧啊，毋知安怎样讲法。啊，你讲这个话听看卖咧，这是咱前面已经解释部分。即嘛继续了就是成曰，成就是这个志诚啊。这个志诚呢，就回答，就安尼讲啦，讲受大师说，诸恶莫作，名为戒；诸善奉行，名为非；诸正机义，名为定。讲这位新秀大师所讲的，是诸恶莫作呢，名叫做讲做戒；诸善奉行呢，名叫做讲做非；一当好诸正机义呢，名叫做讲定。啊，就是新秀大师将诸恶莫作、众善奉行、诸正机义来配合戒定慧来说明。咱即嘛先来讲这个诸恶莫作、众善奉行、诸正机义。
啥物是叫做诸恶莫作呢？这个诸就是一切意思，恶就是罪恶，莫作就是讲袂使去做，就是讲所有一切的罪恶，拢袂使去做。这呢就名叫做戒。那意思就是讲，只要你若是一切罪恶无做，那这就是戒啦。因为这个戒啊，就是一种的荒废之恶。荒废之恶意思就是讲，预防唔对去，啊未做以前唔对的代志，会当先甲预防。啊，咱一个人呢要做罪恶啊，一定是有个动机。啊，这个荒废呢，就是预防伊迄个罪恶的动机。所以这个戒啊，应该就是讲，比世间的法律呢，搁再较积极，搁再较有效。那是咱一般的世间的法律呢，是无法度互来荒废啊，只能当互来知恶而已。那这个知恶就是讲，已经做的啦，该制止。要未做以前，在法律上讲起来啊，就对这个该防止的作用呢，就比较较少。啊，咱佛教的戒律就是会当防废止恶。那所以呢，会当好无做一切罪恶，这就是名叫做讲戒。讲诸善奉行啊，名为非。这个诸善就是讲所有一切的善法，奉行呢，就是讲叫你来去做。为什么叫做奉行呢？行做行，为什么叫做奉行啊？这个奉行的意思呢，就是讲咱的世尊教咱安尼来去做，咱教你去做。哦，咱呢规规矩矩、老老实实，教佛所甲咱教来去做，这呢才名叫做奉行。也会当依照佛道的眼教，来去行一切善，哦，这呢就名叫做非啦。啊，凡是你会晓行善的人，就是有智慧的人。我个人讲，你无智慧的人呢，袂晓行善。我即马呢，在这个所在啊，来提一个真正简单的例起来说明。咱要做善事啊，当然是爱有钱，才有迄个能力做善事是无毋对。但是呢，却毋是讲有钱的人呢就会做善事，哦，这个是无共。哦，你有钱要来做善事，要来帮助人，要来救济人，伊才有迄个力量。毋过无一定讲有钱的人就肯做这样工课。有的人虽然是讲伊钱干嘛咧拍拼趁钱哦，钱趁甲一大堆，实在是钱趁甲已经藏无路啦，就叫人家算钱，反正伊的财产偌济嘛毋知。但是呢，伊只求家己本身的享受，或者是希望讲自这个财产啊，积回济留咧互子孙啊。人若要去家讲啊，你来甲什么人帮忙一个啊，出偌济钱啊？哦，凡说讲100块都袂出。为什么呢？这款的人啊，就是愚痴啦。啊，咱讲是愚痴呢，伊就是无了解讲为什么伊这世人会当好有趁遐济钱。哦，伊一定想讲，这是我的本事去赚的啊！哦，这是我的辛苦去赚的啊！我用脑筋去赚来啊！伊只是想安尼尔，无想讲伊真心因为有修福，哦，所以这世人伊做事业啦，会当好真正顺遂，会当好真正成功，就去赚一大堆钱。哦，啊，即摆呢，伊自伊家己赚的钱，拢无要去布施，无要去做功德啊，结果呢，就变成讲。伊真心所修来在福，直直享尽啦。到有一天啦，伊原来是啊福尽其消。哦，或者是这世人哦，甲年纪较侪岁时阵，伊就事业失败啦。哦，真正潦倒啦，也变成讲无通大无通食。哦，或者是讲呢，牵连到来生呢，就变成一个贫穷困苦的人。根本呢，伊无了解这个道理。所以这款人呢，就是无智慧的人。若是有智慧的人呢，就会晓讲啊，咱这世人尽量呢爱来行善，爱来做福，安尼啊，
咱的人生才会更加搁再较快乐，人生的前途呢更加较光明。所以呢，听奉行自善啊，这就是有智慧啦。神秀大师所讲的呢，一点仔囝都无唔对哦。自善奉行啊，名叫做讲慧。特别讲自正其意，名为定。自正其意，就是讲自己啊来清净啊自己的心。自己会当清净自己的心呢，这啊就名叫做讲定啊。因为你这个心若是清净啊，心就无烦恼。心无烦恼呢，心啊就袂乱啊。心无烦恼，心袂乱，这个所在呢，就是啊，这个有禅定的人哦。所以呢，名叫做讲做自正其意啦啊，名为定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下面讲。必说如此啊！未信何相？以何法慧能？智成呢，将神秀大师所开示的讲出来了，就讲做必说如此。就是讲神秀大师是安尼讲法啦，哦，也唔知你何相呢？是以什么道理啊来教诲人？哦，因为慧能大师爱智成。来讲出啊，慧能啊，这个神秀大师对戒定慧解说啊，即嘛智成呢，将神秀大师戒定慧解说道理讲出来了呢，就反倒转来请教六祖慧能大师。咱即嘛下面这段慢请讲，就是讲对这个诸恶莫作，众生奉行自正其意。下面搁一句做四字佛教。那这四句句啊，可以讲就是总包括了一切佛法。一切佛法呢是无离开这四句句。哦，佛教的道理非常多，敢若像这个广大无边的大海，但却是啊，以这手机呢包粒较尽啊，无论是大小乘所有一切佛法啦，拢都是将这手机啊所流露出来。在《成一罗汉经》的这个书品第一，假设尊者问讲，何等其中啊出现37品的诸法？迄当时阵，乌兰尊者就讲这手机，讲诸恶莫作，诸善奉行。自正其意是做佛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诸恶莫作啊，就是一切法的根本。从这个所在到出现一切善法，一善法就是到殊心一清净。在《正一罗汉经》第44有安尼讲，讲在现劫中呢有一尊佛，名叫做假设如来。伊的寿呢是2万岁，在20年中呢，拢是以一手机啊来做境界，就是讲以这手机呢来教伊这弟子教人去修。那这手机是啥物来讲？一切恶莫作啊，当奉行其善，令自正其意啊，是叫做佛教。这位假设如来所讲的一切恶莫作。当奉行其善，令自正其意，是叫做佛教。哦，这甲咱世尊所讲的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正其意，是做佛教，意思呢完全相反。那对于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这个道理啊，在咱中国呢，也有一段这个因缘故事。就是在东朝迄当时阵，有一个真正有名的，叫做鸟科禅师。这个鸟科禅师呢，是在浙江省凤林市的所在。那在这个凤林市的迄个溪边的所在呢，有一丛真大丛的树啊。啊，这位鸟科禅师呢，伊无带树来，就在迄丛树啊面顶遐大。在迄个树啊面顶啊，敢若像结一个迄个鸟啊收伫遐大，哦，所以也名叫做讲鸟巢禅师。啊，实际上应该叫做鸟科禅师。那这个鸟科禅师真有名，
在当阵南京呢，有一个官名做白居易，哦，伊是做这个侍郎官。这个白居易呢，伊的学问也好，哦，白居易做真正一迄个诗句，伊对佛学呢也相当的研究。伊听伊讲，这个鸟科禅师遐尼遮有名，伊就要去请示佛法，哦，希望这个鸟科禅师会当甲伊开示真正高深的佛法。所以伊即马去到迄个鸟科禅师的所在啊，就甲伊讲啦，讲禅师啊，哦，你毋免讲迄款的浅的，也免讲安尼吼，真正麻烦的。哦，你简单甲讲几句重要佛法听就好。意思是讲，你若是讲伤浅的，吼，这我已经拢知影，也免讲甲安尼伤过麻烦，吼，因为你，吼，只要甲讲一个简单，我就可以了解啦。意思是安尼。迄当时阵呢，这个鸟科禅师就甲伊讲两句，讲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甲伊讲这两句话了，这个白侍郎啊，非常的失望。讲我呢，伫南京的所在，迢迢骑马来到遮请教你的佛法，你讲这两句。你这两句话呢，三岁囡仔嘛会晓讲啊。迄当阵鸟科禅师甲伊讲，讲无毋对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这两句话三岁囡仔都晓讲。但是呢，80岁的老王啊，也无法度好行。讲是较紧啊，要做是无简单。哦，迄当时阵，这个白居易呢，才知影鸟科禅师所甲伊讲的是啥物意思。在这中间，这位鸟科禅师对白居易的暗示呢，就是讲佛法重在实修啊。哦，你讲爱我甲你讲几句安尼，真正简单明了、高深的佛法，甲你讲甲安尼深往往啊，但是你若袂当好修，哦，理论是真悬呐，袂当符合实际，伊有啥物款的内容呢？事实上，会当符合实际来去修行。安尼对自身人生的修养才是有益。哦，所以呢，伊甲伊讲迄两句话了呢，这个白居易啊也有所体会。在迄时阵呢，这个白居易看就讲，哎呀，禅师啊，你住伫树仔顶，遐真悬，真危险啊！甲伊讲你真危险。迄当阵，这个白居易讲，我靠，什么危险啊？你毋才比我较危险呢？迄当时阵。这个鸟科禅师甲伊讲，你比我较危险啊！但是这个白居易想讲奇怪啊，讲禅师你伫咧树仔顶啊，你若安尼毋拄好连落，毋是去摔着。啊，我伫这个涂骹顶，我有啥物款的危险呢？迄当阵，这个鸟科禅师甲伊讲，我甲你讲危险嘛，毋是这个意思啦。我甲你讲危险，就是讲你是朝廷伫咧做官的人，也过去的官，迄是在封建制度的时阵。皇帝呐，话斩就斩，话抬就抬。哦，你若安尼一个毋拄好去，皇帝收去啊，话斩你头壳就连落，这岂毋是真危险啊？哦，迄当时阵，这个白居易啊有所了悟，所以鸟科禅师甲伊讲，你看，我伫这个所在，哦，我呢也无食啥物人的俸禄，我是一个出家人，也安尼自由自在，我有啥物款的危险呢？迄当时阵，这个白居易呢。伊咪讲，哎，鸟科禅师啊，讲得真正有道理。哦，所以对于这个诸恶莫作、众善奉行啊、自证机这三句啊，确确实实呢，就是咱佛法的重要所在。那这个新秀大师哦，以这个啊来开始学道，这嘛无毋对。啊，咱现在是每一个人若是会当好依照诸恶莫作、众善奉行、自证机应该呢，咱嘛是共款啦，伫受戒定慧。尤其是咱各位来了解咱的戒律，虽然是非常的济，比如讲咱在家修行的人，三规五戒也在家的6中28轻的这个轻戒，啊，这菩萨戒啊，搁在出家方面有三米年的10戒。哦，比丘250条，比丘尼348，搁再有出家的10中48轻的菩萨戒顶。虽然是讲这个戒品遮尔真济，事实上呢，也就是诸恶莫作、众善奉行、自证机义。可以讲就是只有啊，这个意义而已啦。哦，所以这个诸恶莫作、众善奉行、自证机义呢，
会使讲是包括了一切佛法。神秀大师以这个来开始学道呢，绝对是无对。这位智贤呢，就将神秀大师所开始的话讲了，搁再来请教慧能大师讲神秀大师是安尼开始法，也毋知你何相是以什么法来教诲人。一边书曰：我只言有法于人，即为讲你。但请随风解薄，假名三位。如你所说界定会是不可思议啊！我所见界定会有别，只成话界定会只合一种如何鉴别？今晚来解释一段意思。书话就是讲慧能大师就安尼讲啦，讲我若言有法于人，即为讲你。讲我呢，若是讲有这个法会当好唬人啊，安尼我就是欺骗的这讲就是欺骗的意思。在《金刚经》呢，我来讲如来以人定佛所，依法是无所得。讲咱教主释迦牟尼佛在人定佛迄个所在，虽然是受人定佛界受记，不过呢，对法讲起来啊，实在是无所得；对这个真理讲起来呢，实在是无所得。那为什么是无所得呢？咱必须要了解，这个法啦，本来咱就有的物件。因为这个法咱本来就是有的物件，所以佛甲咱受记也好，或者是讲祖师甲咱指点也好，只是呢对咱一种的启示，要咱体会啦。只是讲咱对咱本来有的真理，咱去体会到，是体会到咱本来有的物件，毋是讲这个物件本来无，要咱即马新鲜去得来，才叫做得。所以过去啦，有这个学人啦，甲这个祖师的回答，这个问答呢，也可以提出来，互咱各位做参考。所问的就是讲，这个祖师传法，给什么人？那么这个师长就甲伊回答啦，讲无法于人。这个无法于人的意思就是讲，无传迄个法互人。我再问讲，那既然安尼，为什么这个二祖请达摩祖师来安心呢？那么回答就是讲，假如若是讲有这个二祖呢，应该会当互来找到自己的心，因为找迄个心找无，所以呢，才讲好做已经甲你安心了啦。假如若是有所得呢，完全呢就是归于这个成败法。这段呢，这是提起达摩祖师甲二祖这个慧可大师的一段公案来说明。在当其时，这个二祖慧可大师因为一断臂求法，戒刀摕起来，将手甲扑一记起来，迄当阵疼甲要害去。所以达摩祖师呢，目睭闭紧讲你来要创啥？迄当阵说袂记讲来要创啥，哇，心疼甲要害，心不安所以讲求祖师安心嘛。迄当阵，这个达摩祖师讲好啦，你既然要叫我甲你安心，你就心就摕出来我看，我们再甲你安啦。哇！迄当阵叫你讲你心摕出来我看，二祖呢心疼到要害啊，赶紧就要找迄个心，要做迄个心呢找出来，互达摩祖师来安，找来找去找无，找无迄当阵，甲伊讲我找无心呢，伊讲找无心，安尼心甲你安好啦。那既然是无的物件，那对伫咧听呢，当然就无啦。所以这个心，这是一个不可得的物件。那咱学佛修行所悟，这就是悟咱自己的心。所以呢，这个心只是一种的启示，只是一种的体会。并不是讲祖师摕一个心互咱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伫这所在，慧能大师才讲：我若言有法于人即为讲你。注意听先听众，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，我再个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《六祖坛经》。